家人。我家裏有一個維修超人，他不單幫我解決困難，還會逗得我們哈哈大笑。他就是我的爸爸。爸爸長得眉清目秀，身材魁梧，他充滿幽默感，愛說笑話，又會做趣怪的表情，引我們發笑。爸爸有一雙十分靈巧的手。有一次，媽媽買了一個遙控機器人給我，怎料機器人不受控制地移動。爸爸知道後說：別擔心，只是小問題，我能修理。他用螺絲刀把機器人拆開，三兩下兒就修理好了。媽媽稱讚爸爸會為我們遮風擋雨。我很佩服媽媽求學精神，遇到困難看作是一個挑戰，一個學習的機會，他是我的學習榜樣。